面對連續第三年嘅財政赤字，加州議會上個星期五通過一項預算提案，決定停止向非法移民提供免費醫療，以填補高達120億元嘅赤字。呢項計劃係紐森5月提出嘅提案嘅縮減版。根據新預算，從2026年起，冇合法身份嘅成年人將無法申請加州低收入者醫療保險 Medi-Cal。已經參保嘅非法移民將會從2027年7月開始，每月支付30蚊保費，且僅適用於19至59歲嘅成年人。預計到2027至到28財年，該提案將會節省大約38億元。加州曾經係首批向所有低收入成年人提供免費醫療保健嘅州之一。無論其移民身份如何，隨住本財政年度，加州共有超過160萬非法移民參加咗醫療保健計劃，相關成本遠超政府預期，而且預計仲會繼續增長。加州並非孤例，伊利諾州同明尼蘇達州等民主黨主政州，亦都因為財政壓力縮減咗非法移民嘅醫療福利。隨住7月1號新財年臨近，紐森與立法領導人仍然喺度就最終方案進行磋商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